这句话我最近真的听得太多了，不交这笔钱，证件就办不了。你先别急着掏钱，先停一下，想清楚一件事，只要是合法流程，钱一定有名目，也一定说得清楚。比如交给哪个部门，走的是哪一步流程，不交具体会卡在哪一环。如果对方只是反复跟你说现在就要交，不交就没办法，大家都是这样办的，但又说不清楚钱交给谁，为什么要交，有没有正式凭据，那这笔钱你就一定要警惕。办证件这件事，最怕的不是流程慢，而是你一着急把主动权全交出去了。这句话我最近真的听得太多了，不交这笔钱，证件就办不了。你先别急着掏钱，先停一下，想清楚一件事，只要是合法流程，钱一定有名目，也一定说得清楚。比如交给哪个部门，走的是哪一步流程，不交具体会卡在哪一环。如果对方只是反复跟你说现在就要交，不交就没办法，大家都是这样办的，但又说不清楚钱交给谁，为什么要交，有没有正式凭据，那这笔钱你就一定要警惕。办证件这件事，最怕的不是流程慢，而是你一着急把主动权全交出去了。